嘟嘟睡着了吗？睡着了，你放心吧，周全看着他呢。怎么感觉不太放心？要不你上去吧。你怎么比我这个亲妈还靠谱啊？我还想说先跟你谈个恋爱再上去呢。我们天天都可以待在一起，这样你陪嘟嘟的时间就少了。在我们3个人的关系里面，我愿意一直做一个备胎。你真的只23岁吗？怎么让人这么有安全感？男人给你的安全感，跟他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，跟他爱你的程度有关系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。回来啦。离得好远就闻到恋爱的酸臭味了。哎呀，你也可以这样的嘛。哎，有没有见到霍一网？见了，他最近一直和莫云在一块儿啊。那你就打算坐以待毙啊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是派出了全国打跨国离婚 TOP5的律师在跟他的案子。到时候等到他和他前夫斗智斗勇争家产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战斗力爆表。那个时候，需要人帮助人恋爱的莫云云就不见了。哇，周全，你有病吧？用得着这么曲线吗？你直接跟霍一网说不就得了？哎，你跟他说，老娘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答不答应？跟不跟我好？老娘的原则一直是爱谁谁，我至于为了辉网变得这么低端吗？哎，你上升双子吗？这么纠结矛盾的，一会儿百米冲刺，一会儿又有障碍赛，我懒得理你了，我回去了啊。池少祖把嘟嘟接走了。我知道，已经到幼儿园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给我发信息了。关系挺好啊。好朋友，懂吗？哦，对了，我那天是不是说错话了呀？我跟周全说霍一网去珠宝店的事情。哎，我也不知道霍一网怎么想的。我快烦死他们俩了，就不能坐下来吃个饭，好好聊透彻了吗？我以前也跟你的想法一样，给他们出了很多主意。后来我发现呢，他们两个分明就是特别享受在爱情里面博弈的过程。但是我怕他们这样下去，谁都不往前走一步，最后会满盘皆输的。这就跟我喜欢篮球不喜欢足球一样，我真的是无法体会。无论是踢球还是打球，那肯定是最后进球比较爽啊。为什么一群人踢了90分钟，享受了过程，结果最后一球没进？要换成是我，我肯定会杀人的。你这比喻还挺有意思的。哎，要不要喝咖啡啊？我去给你买。哎，我只喝你做的爱心牌咖啡。好了好了，我走了。您不能进去。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姑娘，你是在这儿上班吗？是啊。你认不认识程丽啊？程丽？我是他助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姑娘，你能不能让我见见他？那你得告诉我为什么。我还是直接和他说吧。不是，你要不告诉我原因的话，我没办法带你去见他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见了吧。萱萱，去吃口饭吧。走啊，你们去吧。那好吧，我们走啦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揍他！干嘛呢？
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每天中午1小时生人勿近，我也找不着机会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游戏？那我得让嘟嘟离你远点，他现在正好小学呢，别被带坏。男孩打游戏是天然的，就跟泡妞一样，无师自通。拿出我的手机，打开游戏看一下。你等级怎么那么高？我打游戏可厉害了，从贪吃蛇开始呢，我就是通关王。看不出来啊，璇璇，你当年真的是个学霸吗？啊，又打球又玩游戏的，我怎么感觉你就没有时间学习呢？像我们这种聪明的人呢，学什么都快。来一把，来就来，怕你啊！来，看我大招，上，哎，看我最好一招，哼，怎么样，热吧？我说，你们俩也太不在意我的感受了吧？好歹我也是跟寻寻正式表过白的人。那都已经翻篇了，现在是兄弟期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哎呀，看来中午也没有我陪你打游戏的必要了。我在这个办公室的存在感真是越来越低了，是时候考虑一波辞职了。哎呀，不用争宠嘛，啊，雨露均沾。哎，中午要吃什么？啊，你吃什么我都陪你。那我们去吃小龙虾。哇，没问题。走。OK，哎，程丽，程丽，哎，程丽，程丽，怎么了？呀，你们都在呀？我还说找黄律师吃个饭呢。基本上聊完了。啊，聊完啦？嗯。啊。还有一点，孟女士，你确认在你的整个离婚期间，你没有和别的男士发生过亲密关系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？对方的律师团很强大，我是怕他们也会调查你，比如说找到你出轨的证据之类的。那个，这个黄律师啊，莫云女士呢，现在是住在会议网的家里，但是他们只是普通的朋友，是借住的关系。你觉得这个应该不会让他们引起什么误会吧？住一起？你们俩之前怎么不说呢？我不觉得这个很重要。这非常重要，你立刻从他们家搬出来，保持距离。哎，你要不先住我那儿吧？我还住得起酒店。云云，
要不你先去楼下等，我让司机接你。这阵子你先别跟我单独出行了，好吗？周全。咱单独聊聊吧。你故意的是不是？醒了。你醒了？麦克都知道了，因为他第一时间把你送上车，所以才这么快到医院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就先回去了，让寻寻陪你吧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有很多人看到我了。正好赶上同事午饭回来。不过现在公开的说法是你疲劳过度晕倒了。好假。程丽在电梯里晕倒的事情，您知道吧？我去看过他，他在睡觉。我也问过了医生病情。你照顾得很好，辛苦了。您难道就不希望他的病痊愈吗？以您现在的情况，找个最好的医生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，找出病根呢？你有孩子的事情，程丽已经接受了。但是你们能走到哪一步，还有很多障碍要跨过。这些难处，都是不需要我给你找任何麻烦，你们自己之间都会存在和需要面对的。我明白。程丽现在很依赖你，你也把她照顾得很好。你完全只需要乖乖地陪着她，不生事端就好。如果你们自己能够跨越你们的年纪、阶层、婚育状态，我不会反对你和程丽。就算你们结婚，我也会支持。这个条件满意吗？程总，您愿意妥协这么多来保守这个秘密，我有点害怕了。其实你不知道，对你来说是一种保护。真的知道了，你会跟我一样，面临很艰难的选择。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我离程丽的秘密很近，但我又很害怕，能让程丽妈妈那么厉害的女人纠结和为难，换做我，该怎么办？回去注意休息，不
要太劳累了啊。哎，医生，哎，他没问题了？他这次啊是因为应激障碍诱发的，在密闭环境呼吸困难才晕倒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听说你这个病情已经好几年了，所以我建议你啊做个全面的检查。我有私人医生，麻烦您了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当时你的情况有点严重，医生问起病史，我怕影响抢救，就说了。没关系，反正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多一个医生也无所谓。对了，刚才周全给你打电话你都没接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就是，照顾你累了，看你睡了，喝杯咖啡不行吗？你说话结结巴巴的，心里肯定有鬼。算了，反正我已经替你答应周全晚上去喝酒了。你疯了吧？你病刚好就喝酒？哎，我晕倒的事情已经传开了，我得出去见见人。好吧，不许喝酒啊。知道了，姐姐。哎呀，喝点什么？在这儿都能碰到，缘分吧。这酒吧是附近上班族的消遣圣地，遇到很正常。哎呀，都是会员制，都是熟人。圈圈，好久不见，想死你了。喝一杯。一会儿吧，好吧。一会儿来找你啊。也好吧，没事。神经病啊！别打了！神经病什么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，车钥匙给我，给我！害得我酒都没喝成。先别那么着急回家，先把他给办了。你说，好好管管，撒狗粮。走了，拜。咱们是继续喝还是回家啊？还喝酒，本来今天就不该喝酒，回家。好吧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以前在学校里打人的是我，拉人的是你啊，我没事。肯定有什么事儿。哎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说出来，让我高兴高兴呗。哎，你出血了，怎么了你后面受伤了，你摸一下，出血了。哦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去看看？我不行，我头好晕，啊头好晕，好晕啊！不行不行，你真的假的？你别吓我。那我们现在去医院行吗？不行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你还是关心我的吗？吓死我了！你可真行。你说你这是干嘛呀？在学校里都不打架，跑到酒吧闹事儿，有那么大仇吗？抢女人啦？人家那么风情，你不带出街还回来喝什么酒啊？嗨，这姑娘是出了名的飒。据我所知，我身边好多认识她的朋友，都说她挺装的，每次一到关键时刻，找机会就开溜。他就是嘴太欠，欠收拾。我去买吧，顺便给他看一下伤口怎么样。你在车上等我。啊。
时间呢？看见会议网带一个女的去珠宝店了。上去坐一会儿。今天太晚了，算了吧。好吧，那我上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先生、小姐你好，我们是伯爵旅拍公司的。一看你们二位，那就是好事相见啊！我们诚挚邀请你们来我们公司拍婚纱照。我们伯爵旅拍是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，还可以专门为你们定制个性化的旅程，让顾客呢在旅行中记录美好，同时啊，也让你们的婚纱照变得更有意义。你这个还留着呢。我感觉以后用得到吧。那天我看见一对新婚夫妇拍照了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像他们这种大品牌，化妆品、衣服的供应商应该都是不错的品牌。你们女生拍婚纱照不就在意这些东西吗？供应商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觉得，咱们玉美林可不可以做伯爵旅拍的供应商啊？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提升品牌的价值，还可以做一些联合推广活动。好主意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伯爵旅拍，它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，它应该已经和很多大品牌有合作了。咱们要是想进他们的合作的名单，应该有点难吧？但是可以试一试，条条大路通罗马嘛，方法可以变通。那个沈旭，你现在脑袋挺灵活，啊，有点我的影子了。我要怎么奖励你呢？哎，我觉得可以给你妈妈还有文叔叔安排一下。可以让他们替我们先享受一下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伯爵旅拍的客服小蕊，请问您是想咨询婚纱照吗？对，我想给长辈准备一套，你方便介绍一下吗？好的，当然没问题。请问长辈的年龄多大？我们公司是1对1专属定制服务的，
包含抵达目的地专人接机、拍照、选片、送机等全程服务，全程都有人照顾，全程都会轻松舒适的。拍照之余还能享受一个美好的假期，挺好的。我妈是个很苛刻的人，对照片质量要求很高的。理解您的顾虑，成片效果请您放心。我们秉着尊重客户的宗旨，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，这样记录下的表情状态都更自然。相信您母亲一定会很满意的。好的，谢谢，我确定了跟你们联系吧。好的，感谢您的来电。喂，周全，怎么了？魏一婉好像要跟莫言求婚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在车里看见他买的戒指，而且他说他要在莫言出国打官司之前给他一个交代。那不行，我得去找辉王。哎，别，你别去，你给我留点面子。我一个人得好好的，这样才是我周全嘛。那我现在去找你。别，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，我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那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或许只是你的猜测。啊，我不想再猜了，我现在太累了，我想睡觉。哦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拜拜。寻寻，怎么了？这么晚找我？换个地方聊吧。每次来到这里，心情都挺好的。是，这儿风很大，所以可以让人清醒一点。
气的时候脑子转的还挺快的。女中豪杰，你以后别老跟周全在一块儿了。你现在气场有点随他，我有点害怕。但咱们两个有问题，不是一个吻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2个。今天正好麦克也在，我说一下玉美玲配合上市的想法。都在你们手上的计划书里，你们看一下吧。我之前跟你提过的伯爵旅派的供货商方案可行吗？我后来让令寻寻做了个方案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已经让商务部去对接了。我居然不知道。哦，我是想有点结果了再告诉你，没想到你先问了。寻寻，跟大家说说吧。上次你说伯爵旅拍有合作方，但是我觉得对我们一个新的品牌来说不占优势。是的。与其说跟那些品牌竞争，倒不如给伯爵旅拍做一个策划方案，只有他们挣钱了，才是双赢的事情。那你们的方案呢？我们的品牌呢，主打的是妈妈的味道，这主要是唤醒大家儿时的记忆，然后呢，让大家知道说，曾经玉美玲在大家生活中有多么的重要，而且也是巩固品牌的形象定位。不过这个主题用多了之后呢，会失去很多年轻的客人，所以妈妈的味道主要是品牌的一块敲门砖，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的时尚感。我的想法也是这样，所以你们是打算策划一些跟母亲有关的活动，结束之后再实施另一波的宣传方案，对吗？没错，我觉得就是要用这个主题做一个策划方案，然后跟伯爵旅拍一起做一个孩子送父母一次婚纱照的活动。不过在这个里面呢，只能用我们玉美玲的产品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既不用跟大品牌争，然后呢，还可以保留我们品牌最初的形象定位。李总监，干得漂亮！如何说服伯爵旅拍，就是你的事情了。程总今天很满意，说全靠你了。你们家小程总的意思是，点子都出给你了，执行不了就要问责了。我怎么没听出来啊？傻丫头，你是内人，我是外人，知道什么叫捧杀吗？我今天要跟一个喜欢的姑娘求婚，想请你最好的朋友一起见证。令寻寻跟程丽也会来，老地方见。没事，没事。寻寻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胡一网说他要求婚。没事，今天我一直陪着你，我是你的后盾，什么时候都别失了你周全的范儿。来，周全，来了，来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来，周全。云云，这个特别好吃。你吃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我先撤了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周全，你干嘛呢？今天我求婚必须得在啊！凭什么呀？我非要亲眼见证你的幸福。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不是都说好了，以后不管谁结婚，另外一方必须得在场，见证彼此的幸福啊！好，那麻烦你快点。周全，
你愿意嫁给我吗？10年了，我不愿意再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彼此试探。我想把你娶回家，你愿意吗？胡一网，你疯了？你有病啊！你拿这种事儿来恶心我！还有你们一个个的，干什么呢？把我当动物看吗？不用花钱的呀，好玩吗？周全，10年了，这10年来，我无数次对你明示暗示，告诉你，你没有一次理过我，继续无视我，继续跟那些男人搞暧昧。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，你才欺负我。我中间表白过了呀，你拒绝我了。你拒绝我就是为了让我伤心难过，然后为了让我等这一天。对，你有病吧？从上次喝醉酒那次，我就想清楚了，我不能让你从我生命中消失。但我们当太久的朋友了，我们认识太久了，我必须要给你时间，让你去酝酿，让你去思考对我的感情，你才会不顾一切的跟我在一起，才会让我把你娶回家。辉吧，你知道你是个心机男吗？是啊，我是。我用心机追求我爱的女人，不丢人。我今天就是要你给我一个答案。那你不是说你要让你最好的朋友见证你的求婚吗？最好的朋友，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吧？你周全是我最不想当朋友的那个人。你们俩演戏呢，我们可配合够了啊！呀，就凭你的女人跟他一起来骗我！哎，周全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你说呢？哦。